这个天气真冷，日夜温差阁真大，讲气塌病患者是增加着3成，其中佫以高龄的长辈上严重，甚至要住院来治疗。 最近天气冷季，冷气团一个到，真侪民众拢会咳嗽、气部有痰，或者是喘气喘。廖主讲只是感冒，就无解插。医师就提醒，最近有超3成患者因为温差过大引起气塌病。当温差大的时候，通常他们这些患者呼吸道发炎呢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啊，所以呢，很多门诊的患者啊或者急诊患者都大部分因为这样来就诊。医师讲，食薰是致使气塌病主要原因，不过因为气塌病早期状况和感冒相像，若拄到气温降落来时，气塌病得恶化。我可能爬楼梯会喘，我可能走远的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肺出的开始，尤其他会说冬天的时候特别明显。医师讲，若是得到气塌病患者，建议要注流感疫苗，或者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，避免引起冻症。一般民众若是出现胸腔爆爆、拍喘气，上爱赶紧去医生检查，较袂互病情变结核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